中华一个外送员啉酒醉咧等红灯，结果变青灯的时阵，还阁处理的遐无起行。边仔一个骑士真好心甲提醒，安尼袂得咯。伊起掠讲，甲这个骑士安尼讲叫讲骂，这个骑士怎来报警？这警方到场，甲这个外送员带到派出所，伊阁袂配合，伫派出所的门口换来叫这个警察，上尾也是互六个员警甲压制在地。 员警将这个10个人围住咧，佮一直大声加花加算算的，总共有6个员警将人甲二涂骹。现场有民众看到气氛充满火药味。监视器有翕到，原来是这个穿粉红色制服的外送人员和警方要掠登派出所，伊唔甘愿被掠，用身躯弄警察才会形成这款的场面。伊因为呢，甲一个桥倒别人冤家，才互人掠去。你拄仔讲要甲我争，你要甲我争无？你要甲我争，你要甲我恐吓无？ 两人伫中华街路伫冤金。我是安怎样？无要叫警察无？叫啊！当时双方拢咧等红灯变青灯，青灯一个倒，外送人员无起步，这个桥倒的人甲提醒叫伊赶紧徛，想要到双方所冤金。员警到现场排解，将人带登派出所，结果发生第2摆冲突。原来这个外送人员有啉酒，无配合警方，只好采取行动。在逮捕过程中发现龙满身酒味。 经酒测值为0.57，在以公共危险、妨碍公务，还有公然侮辱及那个恐吓罪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这个外送人员酒测值是0.57，在冲突当时6个员警险啊无法度伊，后来被警方依照公然侮辱、恐吓、危害安全、妨害公务甲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